中山呢5個樓盤送俾我都唔敢要。人哋買樓啊係要錢啊，買咗呢5個樓盤分分鐘都係要命。業主後悔到腸都已經清埋，但係仲有好多人唔知道，日日都過嚟問我，經紀推介嘅呢幾個樓盤話性價比最高，到底買唔買得？咁我今日我就同你哋講清楚，呢5個樓盤就算吹到天花龍鳳，價錢跌到所謂嘅地板價，你都千祈唔好落手。我講嘅樓盤有啲係喺中心城區嘅，亦有啲係喺城鎮偏遠嘅地帶，全部都係香港人、澳門朋友以及外地客買樓嘅熱門板塊。呢一條片咧應該會得罪唔少人，但我敢保證嘅就係我個內容淨係講真實嘅嘢，冇半點誇張。呢5個樓盤一係買咗就俾人哋套路，係完全冇底線嘅呢啲跳水位；一係咧品質堪憂、隱患纏身嘅呢啲問題盤。尤其係最後一個，經紀最愛推，買家最容易衝動上車，中伏率特別高嘅。咁呢一條片已經喐咗好多人嘅蛋糕，隨時會俾人舉報下架。歡迎大家俾翻個 like、收藏、轉發俾身邊正在打算喺珠海以及中山買樓嘅朋友，唔好俾佢哋再踩坑啦。咁第一個，馬鞍島嘅保利天匯，開發商偷工減料，建成危樓，業主未入伙就開始維權，複式嘅閣樓啦，漏水成災。買樓嗰陣時講嘅靚到絕嘅複式豪宅、空中別墅，點知一收樓就變成咗水簾洞。2樓唔單止漏水啊，一大串嘅質量問題跟住發生。開發商唔理業主嘅死活，用泡沫牆嘅板代替樓板，樓板薄過張紙，業主單手就可以拎翻，踩上去明顯係搖晃嘅。日日住喺入邊啦，等於頭頂上邊頂咗個定時炸彈。門框啦、發毛、腐蝕等等嘅問題，業主群大面積反映，發展商全程敷衍了事。事件上咗新聞，維權仲要老人家業主帶頭出面。而家二手根本唔係咁接，高峰期賣到3萬1一平方，而家1萬都好難夠轉手。你以為當時係執到金，實質係踩咗一個深坑。咁第二個，坦洲嘅朗斯新城，啱啱交樓1年幾就俾業主投訴到質量問題頻密嘅發生，屋苑停車場嚴重嘅漏水滲水，排水系統係已經好差啦，落雨就開始水淹金山，積水倒灌，樓梯間嘅積水最新係超過咗20公分，公共地方直接變成咗水簾洞。配套設施未完善，大門配電箱外接嘅電纜啦，已經係裸露出嚟啦。更加離譜嘅就係停車場樓梯間大量嘅鋼筋外露。停車場最致命嘅就係安全隱患，樓梯間積水深坑風險比較大，萬一有人跌咗落去，後果不堪設想。仲有最大嘅問題就係消防逃生門係損壞嘅，垃圾堆積冇人處理等等嘅問題。雖然發展商同埋相關嘅部門已經要求限期整改，但不過大部分嘅問題依然未得到徹底嘅解決。業主對整改嘅效果存在普遍嘅不滿，存在咁多嘅問題，真係唔知當初呢個樓盤點樣係會通過驗收以及交樓嘅。咁第三個，旗江新城富源108，妥妥嘅欺詐爛盤啊！如果屏幕前有邊位粉絲朋友係買咗呢度嘅，真係同自己過唔去啦！使錢買得難受，買樓嗰陣時標杆係自己嘅呢個城市地標，超級嘅綜合體。實質全部都係套路，樓一賣完就開始改規劃，商業用地大幅縮水，地標建築高度直接腰斬，項目價值明顯縮水，樓價都係一樣減咗一半，樓盤質素更加差到離譜。富源108本身就已經存在咗延期交樓嘅情況，交樓現場更加慘不忍睹，手工粗糙，廁所大面積嘅空庫漏水，走廊門口天花皮到處甩，更加嚴重嘅就係出現咗渠管嘅倒灌，防水失效，漏到周邊全部都係污糟邋遢，施工標準平到離譜，
大門都未完工就已經係匆匆咁交樓，屋苑嘅園林仲矮過張凳。當初賣嘅2萬到3萬，銷售全程用異地樣板間介紹，沙盤全部都係畫餅講規劃，吹嘅都係未來，講咩高端嘅改善樓啦，綠化高品質，各種大樣宣傳，實質交樓嘅品質真係差到離譜。更加離譜嘅就係物業管理啦，曾經有工作人員甚至醉酒騷擾業主。由於呢個樓盤咧，大部分都係香港下買嘅，長年都唔喺中山，而家想換物業都好難。呢種咁嘅虛假宣傳、降標減配嘅樓盤，就妥妥係一個欺詐樓盤啦。咁第四個，石岐嘅華僑城天鵝堡，又一個割韭菜嘅爛盤，發展商資金緊張，歡樂海岸開業之後就換咗開發商，酒店、商業等等嘅配套，遲都唔落地。當初以為係大型嘅文旅綜合體啦，但不過佢哋嘅承諾同埋而家現實完全係兩回事。樓價更加毫無底線嘅跳水，一跌再跌，而家已經係清盤啦，係近年跌幅最大嘅大平層項目，品質亦嚴重嘅貨不對版。啱啱收樓就已經漏水成災，停車場、房間、廁所、牆身全部都係出現咗各種大面積嘅漏水滲水嘅問題。有啲業主啦，屋企漏咗半年都揾唔到源頭，仲有啲露台玻璃自爆、多處天花、甩皮等等嘅問題。最嬲嘅就係物業管理私自訂天價嘅車位費，遠超中山同類型屋苑嘅標準。更加過分嘅就係強制捆綁車位售賣，唔買車位就唔俾你辦月卡，甚至限制業主係喺呢度停車嘅，真係揾業主笨，揾到盡。咁呢個樓盤樓齡都仲未有幾年，就已經係一身嘅老舊問題。呢啲咁嘅所謂嘅新樓買落手，真係食咗個大虧。咁第五個，神灣香山小鎮，號稱大灣區首個小鎮項目，宣傳嗰陣時話位置清靜啦，環境優美啦，可以睇江景，適合度假以及退休。實質嘅問題係咩呢？係喺山卡拉入邊。周圍全部都係空地以及零星嘅工廠，前唔到村後冇呢個店，肉眼可見嘅荒涼。日常生活都唔好講咩商場買嘢啦，連買餸煮飯都要揸車10分鐘以上，生活極其唔方便。而且項目建設初期就已經出現咗延期交樓、更換開發商嘅呢啲情況。原開發商係南城主打文旅小鎮嘅企業。據了解啦，舊年已經全部撤場，換咗一間又一間嘅本地開發商嚟接手。OK， 可以睇翻最新項目嘅航拍畫面，施工進度非常之慢，只有部分住宅係封頂嘅。當初規劃嘅商業、公園、學校、社區醫院等等嘅配套已經全部冇啦，基本上係遙遙無期，甚至可唔可以建成都要打翻個問號。後期運營管理依然充滿不確定性，呢啲咁嘅地方自住唔方便，投資唔升值，轉手冇人接，講真話白送都冇人要。我好早就已經講過，喺中山買樓一定要遠離兩種屋苑，第一種就係搶房時代嘅網紅盤、限售以及暴雷嘅樓盤，即係大量嘅投資客揸堆抽籤買樓嘅嗰種。咁第二類投訴問題不斷嘅投資客佔比高嘅屋苑，呢啲咁嘅屋苑放盤量係巨大嘅，業主會為咗出貨而無底線嘅劈價內卷。今日你賣2萬蚊，聽日我賣18000，你買18000，我就咁買16000。業主越捲，層樓越唔值錢。暴雷嘅樓盤更加唔使講啦，由收樓到維權，居住得比較留心，再到好多質素問題。過多2-3年都會集中咁去補發，每一步都係踩坑，所以真正嘅好樓一般都係地段夠硬淨，一係品質夠好，一係流通性夠強，三者佔滿咗其一嘅，先值得你哋去買。大家都可以喺評論區傾下你哋嘅諗法，或者有邊個樓盤想了解嘅，都可以喺評論區打出嚟。如果你打算喺中山買樓執平嘢嘅，我呢度整理咗一份中山樓盤優缺點，裡面收錄咗中山200幾個樓盤嘅優缺點分析，
紅色標注嘅係有重大不利因素、高風險嘅樓盤，唔好怪我冇提前提醒你哋。另外，我仲整理咗中山各個鎮區板塊嘅優劣勢分析，包含板塊嘅價值梯隊佈局。需要嘅朋友可以掃下屏幕上嘅 WhatsApp 二維碼，然之後發666俾我會馬上幫你安排。我係 Michael 劉記，我哋下期見。